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9，旧历的闰4月28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真正是无法无天，因为债务的纠纷竟然是隔汽油弹放火烧厝。昨暝10点外，新北市蘆洲有一间油漆行突然间烧起来，这个大火是窜到4层楼仔悬，一度有人掉离火窟，而且2楼阁是议员的服务处。警方唔敢大意，马上追查。4点钟就抓到放火嫌犯。原来这个嫌犯是去找被害人讨销的，被害人拄啊好伫1楼的油漆行咧泡茶，这个嫌犯就招人造势，一到位就结这个汽油弹，马上引发大火。暗时有真大声的爆炸声，附近的人听到拢随走出来看，看到火烧厝，火有够严。事情愈看愈紧张，2楼阁是议员的服务处，加在当时人已经下班啊，无人伫咧。因过3楼徛架，捌掉入顶面走无落来，抢救落来时有受伤。这个火烧厝到底是安怎发生的？敢是汽油翕到？事发前有一群人走来1楼油漆行要找人，说来棍仔举来就要共讲，甚至摕这个炮瓦信号弹乌白弹。原因是因为被害人姓郭的查甫人甲姓火的查甫人买毒品，却欠人4000块，后来。伊伫油漆行泡茶，对方敲电话来问讲钱呢？伊呛讲你的毒品无顺，我伫油漆行你过来讲。结果社会查甫人闹人过来讨钱，乌白弹抛啊，才会引起大火。我们是无妄之灾啦，受到这个毒品交易的一些波及。因为毒品谈不拢吗？今日上头前这个姓李的嫌犯，和朋友找来坐镇，即马一行4个人，拢总互人抓起来，一时冲动，即马被依照公共危险甲妨害特殊罪嫌移送。